有些人太早了斷，有些人去得太突然，有些人見到了光線踏前，更多人看不見。原來沒更好的一邊，行前行後只差一線，時辰來又怎可挑戰自然？合眼衝線，從頭換個新的開端，就算不太像個樂園，也算是得到某些改變，別嫌，至少能那邊見。